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昨是新历7月1日，嘛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22周年。为早起到暗，一直有抗议的行动，抗议的人攻占立法会，互人讲是香港版的太阳花日头花。总统撰文下则特别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伊的看法。我是觉得，表达这个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这个主张哦。那这是一种很正当的诉求，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香港的民众一直走上街头，有这样的诉求嘛，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香港的政府能够拿出诚意，可以倾听人民的声音，那拿出诚恳的态度来面对。那我相信这才是真正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方法。会不会担心中国趁你出访期间，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邦交国，就包含我们邦交国或者其他的企业，有什么样反对？我们外交团队是24小时这个守护我们的外交关系所以不论是不是有出访，他们都随时都处于一个非常的警戒的状态了哈。那我们也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守护我们现在有的外交关系，维持我们跟外交的邦交国一个最好最友善的这个关系。昨天香港的占领立法会的过程当中，一些破掉玻璃的有一些过度的行为。我是觉得还是在于这个香港政府处理问题的态度了哈。那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在过程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愿意面对人民的诉求那也担心这个诉求没有解决，会造成这个社会冲突的扩大的一个政府所以我们非常期待香港政府拿出诚意，面对这个人民的诉求，那才是解决冲突的方法。好，谢谢。我最后一个。我想城市交流的事情我们是采取一个乐观其成的态度只是我们希望在进行这些交流的时候，不要有政治前提那任何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民选的首长在进行两岸交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跟原则，就是我们对内可能是竞争的，但是我们对外是要一致的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在进行这一类的交流的时候，我们可以守护我们的主权，守护我们的国家的尊严，这是最重要的。好，谢谢。最后，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那个有传出说那个就是先赖人士就是林清静的人士，就是有促成，就是希望你跟那个赖清德夫妻儿子的这个部分可以稍微说。这个初选结束以后，我们全党其实最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整合那我们分好几头并进那在做党内的整合的工作那这些都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包括赖前院长，我们也都有很多人共同在帮忙在沟通那我相信我们这个爱党爱国家的心都是一样的，我们终究会是有一个成功的整合，那我们最后一定有一个最好的团队跟组合来面对2020年的大选。好，谢谢。好，谢谢。